是，过来这个单元叫做俗语讲了好，啊，互你做主持人。你听个俗语啊？唔免，我都跟他叫俗语讲了好。俗语讲了好，预备，请。俗语讲讲这句嘛。我刷来去，安尼，好，预备，哦，好哩。我刷落去，俗语讲了好。今年呢是大鼻孔幼稚园50周年的校庆，校庆哦，安尼咧，偏园长咧找咱幼稚园的老师，大家来做伙来想看卖，看有啥物活动适合咱的小朋友，甲恁的家长做伙来佚佗。到底这个老师会变出啥物梦呢？互咱继续甲看落去。老师，阮兜阿兴啊，伫咧学校够有乖。啊，杨妈妈呀，嘿你有啦，当然伫下有乖啦，啊，毋过吼，你爱注意哦，当然说伊当然哦，喙斗食歹，安尼哦，你这个青菜吼拢毋食，吼，喙口足歹，你爱注意，无安尼，我爱食菜啦，安尼营养无。阮囝爱食肉啦，安尼拢无爱肉无啦，即我爱食菜较多啦。对啦，我爱食我爱食肉。等一下，妈妈，我甲你讲哦，容英啊，伊最近怪怪，可能你谈恋爱哦。谈恋爱。因为啊，伊是缀阮班上一个小查某囡仔叫佳佳的，伊伫缀伊的尻川后壁，伊缀人行，伊缀人行我是对伫你后壁。你慢慢安尼啦。安尼伊介意查某囡仔，安尼好啦，我回去再去了解一下吼。好啦，老师再见，拜拜，再见。拜。哎呦，即摆囡仔吼出头足多啦，啊，无你们遮细汉就咧交男女朋友食歹无紧啦，无紧，迄就好耍就好啊。对吼，啊，讲昨讲开会讲啊，你讲毋是讲今仔交客话册互伊，哎呀，你拢写袂哈？对啊。我甲你讲吼，因为最近是迄代志伤多，哈？我老实讲，我也袂写。哦，真正是。我也袂写，我乖乖去写哈。哦，拢无写。恁吼拜托的，拜托的，啊，即摆什么时阵，佫还袂写？啊，就是讲咩，敢会伤离谱？这足无职业道德的，我3年前就写好了，写好3年了。3年前。真的哦。真正写好了，等，你看。你写啥？咱看卖。吼，你看我这个写这个方法吼，要来庆祝咱迄个校庆50周年吼，这个让咱园长看到吼，好，昨日哦，学来搭机会我讲有看过呢，你是乱档呢。没无啦，丹老师，嘿，我感觉你客话案怪怪呢，你写了怪怪呢。莫点这小钱，吼，到时摕互咱园长看。我看卖。可能园长看了绝对学落的，毋是你看的。提倡互我看。各位老师啊，我昨甲恁交代讲，你写迄个客话书啊，即摆写了哪？写了啊。写好啊。OK， 拢写好了，写好了。有啊，你。不过这我客话书你看者。啊，那你这紧啊！我，你看。哦，好看。免惊啊，写歹免叫我看。好，你看。袂歹哈。基本运动会。对啊，跟他袂歹哦。袂歹哈。来，谢谢。啊，过来。园长啊，我甲你讲啦，阮老师吼，虽然讲训练嘛袂歹啦，毋过吼，遮细汉安尼竞争无好。你看我想的，来，我感觉吼，咱会当来办一个烘吧啦，你看烘吧的活动啦，知无？其实，嘿，对。你还袂写进前，我就知你要写行吧。你哪会知？你会晓算命？唔是啊。个人的体格拢会想家己想法对，你唔能够食。唔是啦。应该不是，应该是行大猪较好。大鸡，当老师骂我袂讲。老师，对，你叫我老师啊？校长，我校长。我嘛唔是老师，嘛唔是校长。叫会当的好啊。嘛唔是园长。你看我用心的，我当老师啦，我足用心的。我3年前就写好了。园长，你看我这种，即摆囡仔吼，大家拢吼，拢。对好。大家囡仔拢咧拍电脑。这什么活动啊？看手机啊。这教囡仔烂歌卖小演比赛。
教囡仔烂歌，烂歌无？烂歌无？诶，什么物件？安尼啦，我表演一个你看，迄个这个来，老师，园长啊，就是这吼，咱往装一个水，啊，一个烂歌无？啊，安尼，有，安尼，不是啦，这个会使这是大人咧算的，咱囡仔算的无共啦，囡仔算安尼，安尼有无？安尼敢无？迄敢若削角去种的，我了解啦。哦，小燕啊，哦，诶，啊，互囡仔接近这大自然，我感觉你搬遐做认真的。我惊人看无。我是感觉安尼啦吼，这个陈老师啊，这是咱50年的校庆的活动嘛吼，对咱幼稚园来讲真重要。啊，特别囡仔伫乐歌舞当中安尼，舞甲安尼太高乱落，垃圾甲安尼唔好啦。这主要是讲希望讲咱这囡仔甲家长会当讲安尼做伙参与，会当感受咱这幼稚园内底活力，好无？陈老师啊，你搁较认真写一下啦，吼。我认真写，安尼佫袂使。你看我含咧你。陈老师，赞的啊！我就甲你讲啦，对啊用念啊吼。对啊，伤离谱啊啦！叫什么啊？教囡仔乐歌舞啊，小演比赛。对啊，拄则就甲你讲，一定袂使，佮无爱听吼。你吼真正是狗甲铁钉啊！还佫有第二句俗语，请看。陈老师啊，这啥物件？你我你讲，即摆囡仔吼，较少咧接触大自然。我调工设计即个吼，教囡仔伫咧烂歌舞内底小演比赛。啊？这好，这安尼好，即摆囡仔会当接触这大自然以外吼，佮互这囡仔有即个运动家的精神，拼拳击迄种精神。你免进行，免我你讲啊。我来，几个来，过来哦。无来，你第一届。啊，第一届。唔是安尼啦，你坐这边啦，你坐这边。让人看你。安尼我做迄拢啥啦？这就敢若迄个削角的哦。嘿啦，老师啊，佫会当互囡仔运动。哦，你教册若有认真就好啊。哎呀，我知你讲你要囡仔什么运动家的精神，我了解，但是你也知影呢。咱这校庆是50周年，50周年对啊。主要是要互囡仔甲是大人会当伫咧感受咱这个幼稚园内底活力甲迄个欢喜的感觉。啊，你写这个物件是有较含淡薄啦吼，麻烦者陈老师，莫想这有诶无诶，定下写好，好不？陈老师我搞3年。有啥物？咱老师这我啊！我拄则就甲你讲啊，你看去互念啊，对啊，伤离谱啊啦！囡仔人算什么教囡仔什么？乐歌舞、小演比赛啊！我拄则甲你讲，你都无爱听，一定袂使嘛。哦，你搁一定要讲，你这款的吼，就是叫做狗拍卡唱。来拍婆啊，鼓励！来，够拍个唱。来各位来。拄则这个行为吼，咱有听到2句俗语，第一句叫做“狗架铁钉”，第二狗拍卡唱。赞成第一句叫做“狗架铁钉”的，请举手。这么是跳过一个跳过一个。敢是铁器？好来，手请放下。告该呢？你跟狗架铁钉的解说者。我感觉是毋是铁器啊？如果你感觉我就硬买，安尼因直直甲讲袂使，我直直要跳园顶看。狗架铁钉，你硬要跳，你认这是对的，所以你的意思是安尼，你两个换位啦。我两个好。你这边我嘛是狗架铁钉啊。哦，你嘛是啊。来，您这边是狗架铁钉，我这边是狗拍卡唱。你有什么想法？我是感觉狗拍卡唱咧，因为狗会啊唱，就是一时啊都无啊，
有淡薄乱来艺术啊。哦你有感觉带陈老师随意哥伊的想法是有一点异想天开。像我听你咧拍卡唱，嘿，对对对对对，哦我听你拍卡手，好像就感觉你做代志那呢暖迄种感觉。少年人语言有当咱袂了解。你两个是这个意思吗？差不多是。赶快啦阮少年人，阮少年人，我讲。普通咱讲狗会夹啥？夹伊爱食的物件。骨头。啊，有时是骨头啊、肉，伊拢会去夹吼。嗯啊，另外一种时啊，咱有时定哩讲看到主人会夹球啃喙，对啊，狗会夹夹倒来。对啊，当然是主人夹，学做狗，也是哪物件互伊食。所以狗来夹骨头、夹肉、夹球，拢真正常。毋过一只狗，去夹铁钉，佮夹条条，佮毋愿放，安尼就足奇怪。所以狗夹铁钉一句译起来话就是毋甘放。啊，其实这件铁钉对来讲也无路用啊啦。啊，所以人甲你讲，啊，甲你口劝，啊，你拢毋听，你足固执。哎，啊，铁器当个做拢无想要改变，这是一种意思。另外吼，拍卡唱。拍卡唱这个语词算古汉语哦，为古早留到今嘛哦。这是咱祖先去甲东南沿海啊吼，甲百越民族一寡语词留落来。像讲拍卡唱啦、加纸啦吼、加轮笋啦、狗遐，这种是算以早留落来的话。啊，狗拍卡唱其实啥，这无啥物大代志啊，所以狗拍卡唱啥，无人会插你啦。所以若讲照头的表演，随意啊，伊足固执的要甲这物件一直甲晒我出来。啊，硬甲讲唔通啦，唔通伊就唔听。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狗甲铁钉唔愿放。伊无一种对的啦吼。对，所以但唔讲唔对，拢无要紧，了解这两句什么意思啊？吼，来拍破啊，谢谢。